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啊！咁琴日咧我就入場睇咗場波啦，哇個氣氛真係好正啊！我諗一生人裏邊啊都未試過咁振奮嘅。咁啊，琴日場波就好鬼刺激啦，香港對印度啦。其實咧由頭到尾咧，香港真係撳住印度嚟打嘅。相反個球證嘅執法水平啊，真係十分之低。因為點解咁講咧？佢好多球或者好多個位置咧，基本上要比牌或者要吹停，佢都冇咁做啊。咁啊，其實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，香港隊射12碼贏翻一球啊，真係十分之精彩，但係咧除咗係講呢個比數係1-0之外咧，最重要係全部個球場裏邊啲人嘅氣氛啦，好熱鬧啦，我未試過真係震撼到咁犀利嘅，可以講嘅係振奮人心咁樣啦，因為咧佢全場咧好多鼓手啊、旗手啊，又或者係吶喊助威啦，而嗰個感覺咧就十分之團結啦，好似為做一件事而去努力咁樣嘅，嗰刻個感覺咧就係咦香港翻嚟咯，香港精神同埋呢個獅子山精神又翻嚟咯。所以主場之利係幾咁緊要呢？咁當然亦都多謝球員嘅付出啦，冇佢嘅努力都成就唔到呢一件事。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啲球迷啊，直頭歡呼吶喊啊，就係球隊嘅第12人啊。而啟德體育園當然都係值得一讚啦，個球場十分之靚啊，講真，亦都好夠冷氣啦，咁多人都可以咁舒服啊。人流嘅安排亦都十分之暢順啊，毫無阻塞啊，配套都十分之好啊，咁啊都係值得一讚嘅。好啦，咁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咁希望各位繼續支持香港嘅足球啊，咁支持本地足球嘅你，亦都好希望繼續支持鬼靈精怪講故事呢一個頻道啊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加遠嘅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